唔緊要，呢個有鐘數啊。15蚊一下，食嚟嘅，呢度有得試。48000呢度。即係打開嚟口氣。 1962年48000啊！還有一個陳皮黃英喉。你話想揾幾條賣俾我，一齊做啦。你150蚊賣俾我，還是100蚊賣俾我？呢個1600蚊一斤，呢個6800，呢個6800啊，呢個平啲，呢個980，呢啲又幾多啊？2006年嘅陳皮，2006年嘅陳皮，呢個平啲啊，呢個08年嘅，08年嘅680蚊，呢度呢啲平啲喎，產地古井，2009年陳皮。 53年啦。